过来有真侪人拢有这款的经验，坐客停车，把这个行李放伫个后车厢，落车袂记哩摕。等这个客停车驶走了后，才伫遐来化休调急。一个女大学生为北部来台中读册，就是安尼。当时这个女学生搁去约这个客停车，约1公里远无约到，才报警，请警察来斗3工。 来甲看画面当中的这只计程车，车开了就做伊走，但是无偌久后壁约一个穿红衫的查某囡仔，一直约，但是车4脚人2脚是要哪约会到咧？无偌久，这个查某囡仔只好行出来，煞唔知要安怎才好，只好来打电话给警察。因为他搭计程车要返校途中，他一下车将行李遗忘在后车厢，便将门关上，突然发现行李未拿，但是计程车司机已经 进行离去了。警方咧讲，迄是女大学生伤过紧张，计程车牌换了无记来，警员就要调烟路监视器，才找到这只计程车，赶紧拜托司机将行李送来派出所。不好意思，我以为没有注意呢。警方咧讲，若坐计程车袂记哩物件，上安全并且上紧的方式，都是将车牌号码记落来，煞来拜托警员来倒找车。警方还来提醒民众，若是有行李放伫车的后斗，落车进前一定要先提醒司机，不管是包包啊，或者是行李手机啊，拢要点清确定无问题以后，才会当离开。